哦，你看，看火车了。哦，这一次看得完整。哦，赞。来，西宁糖厂这南边的堤防道路这边呢，可以拍那个火车呢。你看，自强号还是刚刚那个是自强号吗？还有没有莒光号？没有观光号。有复兴号吗？以前绿色、蓝色车厢的好像。还有区间车啦，银色的吧？区间车还是区间快车？区间车啦，自强号啦。那还有什么？莒光号有没有？哦。还有普悠玛那个是自强号啊。自强号、莒光号区间车。哦，前方那边还有人架2台摄影机在拍，可能就是拍那个火车了。拍那个火车过桥，你看。西宁糖厂这边哦，南边那个西宁糖厂副产。哦，你看那个厂房有租给那个民间的企业。啊，你看那个，还有盖那个铁皮屋，你看保护下面那个旧式厂房。这个以前糖厂的那个可能办公的地方还是什么，住宿的地方是在那边树了更过去那边有老旧房子日式的，有的被那个台风吹坏掉了。